防盗你再往外看，因为向内有要防盗，你向外防盗，你门啦向外无防盗，查到啊，你若内底内底家己的门内底有防盗，啊，所以伊讲真理要建立你的内心内底，你一定爱从你的心这个拍开，你从你的心拍开，真理才真正。也就是亲像讲，咱现在听班学习做年代，咱现在无像咱现在新闻拍开，哦，咱的电脑书，咱的压力，咱的组长一直甲咱鼓励，会明白。哦，那我不做有言，迄个言就是爱由你内心当中，这个新闻拍开。你的心若拍开，自然真理就入。咱若一个人有法度底心下地，将你的心脏放下，前辈在讲啥，你有法度去感恩，去甲领受，那么你就会当接受真理。真理就是安尼来的。啊，真理是用你意识改过的主观看定定。真理是在你修道当中真实的做事，你遇到法嘛真理，你拜业嘛真理，哦，你在做每一件事物当中，其实上帝无所不在，真理无所不在，只是讲你是不是真正有，所以心若拍开呢，当然真理要入来就非常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无任何物件会当为外在，会当为你带来啥，带来你的家庭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真正你的家庭是在咱的内心。哦，在咱每一个内心啊，譬如讲，咱有真个人。拢去找这个社乡，互咱甲知影社乡重要，你就用迄个社乡。那么这个社乡其实是为啥？为一只鹿仔心象，哦，鹿仔心象来定定。来定定。但是呢，这只鹿仔呢，了奇怪，我咱定人听着一种香味吼，啊，到处去找，拢找袂着，拢找袂着。咱是为一只鹿仔心象去找这个社乡，但是这只鹿仔却是定凭迄个香味，到处去找，去找找啊找袂着。但是伊毋知讲，迄个香味源自出伫倒呀，出伫家己的心象，你家己就有啊。那么咱也是共款，咱到处去找外口去找真理，好去听外口啥物人讲得较好，啥物人讲得较好，不断去追求，其实这是无止境的。咱若无真正关注重心拍开，其实呢，真理是在你的条当中。是你在你听了，你是毋是当用心去家做？你做1分，你记得1分；你做10分，你记得10分。因为咱本身就亲像只鹿仔款，本身就有负伤的物件。哦，咱就做大经，做人讲啊，伊听无做家己。
请你